大家好，今日會同大家簡單講解下咩係防火牆。防火牆係一種用嚟保護網絡安全嘅重要工具。防火牆係一種資訊安全系統，可以喺網際網絡同埋內部網絡之間搭建一道屏障，用嚟監控出入嘅網絡流量，並且進行篩選同埋控制。而防火牆係點樣運作嘅呢？防火牆會根據事先設定嘅安全規則嚟判斷數據流量係唔係安全。呢啲安全規則通常會根據唔同嘅網絡區域而設置嘅。例如內部網絡被視為高度信任嘅區域，而網際網絡則被認為係不可信任嘅區域。而唔符合規則嘅流量就會被阻擋，以保護內部網絡嘅安全。防火牆有唔同嘅類型，例如硬體防火牆同埋軟體防火牆。硬體防火牆係一種獨立嘅設備，通常放置喺網絡最高階層，用嚟保障內部同埋外部網絡嘅通訊安全。而軟體防火牆係安裝喺電腦或者伺服器上面嘅應用程式，可以控制同埋過濾進出嘅流量。